各位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10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柯天伟。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香港政府伫昨下晡3点宣布停禁止服面法，为今日饭店开始，所有人袂当伫集会时阵绑卡服面。这嘛是1967年了后，香港又过一摆启用紧急法，有不少香港民众行就街头抗议。元朗某传出，有一个便衣警察向民众弹汽油弹，在这过程中，有一个14岁查甫囡仔着枪。香港元朗的大路顶传出枪声，示威民众一直攻击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香港媒体报道，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是无伫咧执勤的便衣刑警，予人拍下规面全会青烟落伫咧涂骹。伫咧甲枪抢来了，想要打电话要求支援，边有人向伊弹汽油弹。穿白衫刑警予人弹2粒汽油弹，伫咧甲枪抢来过程中，敢若开枪射着一个14岁查某囡仔。Police later received a report that a male was shot by gun.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s. He's now in hospital, and we are yet to reach him at this stage. But we believe his gun wound is related to the open fire incidents in Yunnan. 香港民众上街头暴力示威，主要是特首林郑月娥开记者会，宣布要引用紧急情形规例条例，并禁止蒙面规例，自8日透早0點開始實施。禁止蒙面規例。亦即係社會上已經討論咗一段時間嘅反蒙面法規例，將喺聽日，即係10月5日開始實施。以後民眾袂用伫咧公共集會遊行，或者是無經過批准，抑個非法集會中夾印起來，若違規相關會當處25000港幣加監禁1年。林鄭月娥講，引用規例無代表香港政治經濟狀態，是即馬香港合法經濟情形規例中嘅危害廣泛。這條法律是成定後審，立法會16號會了會提高審議，因果民眾無接受。Wearing mask by itself is also a personal freedom. So to ban this will just make Hong Kong people even more angry and come out like this. It won't cease or slow down the protest. 蒙面活動嘅中環反禁蒙面條例遊行，暗時變作敦路動擋路並且放火，包括港島東區、荃灣甲黃大仙真濟所在，都有示威者試過破壞道路，有人破壞地鐵站嘅設施。港鐵喺8月20點外宣布，因為真濟車站被暴力破壞，甚至超工放火，為咗乘客甲員工嘅安全，港鐵喺8日早起全線暫時停止服務。記者綜合報道。港府昨日頒布停禁止服面法，引發民眾抗爭。不過中國國務院則是表達支持立場，並強調這真有必要。不過香港反民主立法會議員批評，這是下跪立法會立法，違反基本法。個肯定係香港邁向極權嘅一大步。香港只有一個立法機關，就係立法會。而呢個基本法裏邊第73條賦予立法會嘅權力，大家都好清楚。而家佢係褫奪咗立法會立法嘅權力，就自己行政機關一個人說了算，就係去訂立呢條例咧。我哋認為係違憲嘅。港府宣布禁止蒙面規例透早生效，泛民派立法會議員批評是越過立法會嘅立法，違反基本法，是違憲。花蓮政府秘書長陳國輝等人也申請緊急臨時禁制令，要求法庭禁止規例生效。高等法院趕伫咧8年前開庭，不准批出臨時禁制令。陳國輝回應，安尼就唔通怪市民合理反抗。只有中國國務院港澳社是透過官媒表示堅決支持，並且強調有必要。發言人表示，香港當前亂局不能無休止地持續下去。現在已經到了以更加鮮明的態度、更加有效的舉措止暴制亂的重要時刻。我們堅決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警隊司法機構依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懲治所有暴力犯罪分子，特別是那些暴力犯罪的骨幹分子及其背後的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以彰顯法律的公正與威嚴。因為香港有簽國際人權公約，因過中國無，
希望面规例是毋是危害到香港的人权有待观察。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回应，港府的政治专以法律为基础，保障自由集会权利。Regarding the announcement and already publicized possible ban on masks, what we have to say is that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is a fundamental right and should be enjoyed without restric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And of course, any restriction must have a legitimate and formal basis in law and be proportionate and the least intrusive possible. 目前在国际上有法规禁止示威者黄面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瑞典、西班牙、丹麦、挪威、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因讲伫咧瑞典法令只敢使用伫咧示威的时阵，公共秩序受到扰乱，或者受即时危险。伫奥地利，若示威者无威胁公共秩序，无一定会被检控。有学者认为，港府伫即个时间制定相关规范针对性正强，有可能是配合北京当局的天网计划，要收集人民个资来管控。原本一国两制香港，渐渐慢慢的行向一国一制。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今日早起的新闻大代志，先来看到《中国时报》。台北财务公司因为未开了钱倒贴，暗算促销电子票证拍8折优惠，有新北市议员抗议，这是牺牲新北市民权益。自由时报，台北市也是因县教育机关今年进入第4年，不过注册人数一年是比一年更较少，今年减剩20个人，有学生更别讲有正多，校的老师承受了真侪女学生的争议事件。校是回应，这老师已经离职，若无学生伫学校内正多。联合报天气甲生活方式改变，因为流感等病毒，看医生会去拖着，恐惊会真做真数常。不过家长1年到7天的照顾假，拄着天气1摆都用完了。有民众提案联署，希望会当有无靠薪水赔白假。对此，多部回应，增加年后假，拢会影响劳资双方，各需要评估。台中的违章工厂伫初三起大火，造成2个消防人员牺牲。外界嘛批评讲，迄当时内底并无人伫火场内，为什么叫这2个消防人员入去呢？内政部长齐国勇嘛表达共款质疑。不过台中市消防局嘛驳回，根据迄当时状况并无火势，才会叫因去找导火所在，嘛表示一切拢有下规定。那所有相关的案情的话，都是统一由本署的发言人来对外发言。坚持讲无法度讲什么案情，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廖玉贤再去带台中市消防局、台中市检察中心等10外个检察人员，要来去发生火灾台中违章工厂内底进行勘验，要查清楚火灾发生原因，还有导火所在。现场不闪时嘛是各有一尊的烟，因为初三发生火灾时阵造成2个消防人员的死亡，不过迄当阵无人互调伫内底，顺便派人入去，引起外界批评。为什么没有人的时候，那这个台中市消防局还是要派人进去？那他这个就在调查报告里就会说明。虽然讲目前标准的救灾 SOP， 火场内无人调伫内底时阵，唔免派人入去。不过台中市消防局驳回，消防救灾必须要兼顾人民的性命，还有财产的安全。而且迄当阵火场内底正平的厂房，并无烧起来状况，为着要预防火势继续拖，指挥官才会派谢志雄、张铁家2个人摕热显相机来探查火源，符合救援的规定。不过才短10分钟，2个人就失去联络。铁皮屋的，或者是这个像小仓主的，香港的小仓主。我们每一项都有做一个演练，我们去考他们做的还有哪个措施。台中市消防局强调讲，指挥调度无问题。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朱志伟是表示，目前火场的指挥要点，并无确定的讲火场内底若是无人，规定无派人入去，所以推动消防法退避权入法是真重要。消防署的检讨机制是没有基层参与的，也无法审问现场的人员。那做出来报告到底可不可信？那我们也是打一个问号。2个因为救灾转来过身的消防人员谢志雄、张铁家15举办公祭，台中市消防局会对家竞升做小队长，而且根据要互因入去中烈士，仪式面顶嘛会砍消防旗，互国家来悼念2个消防英雄。记者综合报道。初三台中大院有间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个消防队员不幸死亡。这工厂是伫农业区违章建筑，而且台中市拢总有87000外间违章工厂，市政府也未去听。伫全台湾毛3万外间起伫农地工厂是拢无登记。快
手遐管管，用铁片工厂规个拆掉，先做好万滩工维护通处理。我们想说现在有一个农业法，后面可以补案啊，我也不知道没过啊，临时今天也没通知就来拆啊。这栋伫台中雾峰移动地违章工厂，台中市都发局早起出动大型机械拆除。这栋铁片建筑今年3月互人查报，4月认定属于施工中的违建，阻止施工，嘛要求地主爱家己拆掉。后来确认违规使用农地，台中市政府表示，这栋建筑属于民国18年4月了后所起的新违章，市府伫10月第1日白拆。这个本来它就是施工中的案件，那施工中案件本来就是列为我们最优先。那他本来是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被我们查报为施工中的案件。那后来一直他没有停工，没有勒令停工，他继续施工。台中市都发局表示，目前台中市累计有87000多件被拆违章工厂，每个月嘛是收到差不多600多件举报，但是白拆每个月执行300多件，嘛是赶袂赴农地违章行建的速度。行政长苏贞昌也说明，面对有公安疑虑的违章，应该进行检讨。正是要加强公安检查，就好像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有时候不是一个法律通过一个命令就能达到我们期待的目标。让这些所谓的未登记工厂，在它的这个公安、消防、环保要符合规定。行政院指出，希望透过工厂管理辅导法，辅导达到莫再有公安污染的疑虑。公民团体认为，政府不应该在发生意外了后才进行检讨土地政策，规划出适合的工业用地，才会当降低对农地违法使用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淡薄大桥登记系大家话一渔港过往，其中上少年的是28岁，印尼籍渔港，本地以后个月就要登记结婚。做上久的是已经12年的菲律宾籍的渔港，本地嘛是明年要登记。因的家属慢来宜兰处理因的新后事，按照登记桥，目前保留要做详细调查，按算后个月15才隆重拆掉。伫咧工会活动无彩抽到脚踏车，笑甲真欢喜，就是南方澳大桥6个宜兰外籍渔港其中资历上深的 Jackmis， 伊拄菲律宾来的，其实伊嘛是宜兰渔港这个工会干部之一。明年4月份伫台湾做工课的累计满12档。照规定来讲，袂当搁续聘，必须要登去故乡。不如个即马来发生一个断桥的事件，村里的人已经等袂到伊登去团圆。Jackmis 的太太伫殡仪馆是哭甲真大声，表示伫咧追思了后，嘛是目屎流目屎滴。同款真悲伤的，还有28岁印尼籍的渔工多米瑞阿姐，甲这8阿兄。多米瑞今年28岁，是这届宜兰者当中年纪上轻的。原本后个月就要甲伊的未婚妻来结婚，啊，毋过嘛，因为这场意外转来过身，伊的亲戚朋友、船头家拢真唔甘。他原本打算11月份要办理结婚，要回去娶老婆，然后已经跟我们请假请好了。我们也打算就是说，预计10月底的时候让他先回去办结婚，办好结婚的时候他再回来。虽望渔港的性命已经逃袂倒转来啊，啊，毋过南方澳的渔船已经开始出海掠鱼，伫临时航道排队出港。为着要保护渔民的安全，工程人员继续强化固定村落来的桥，保证登记的桥无刷叮当。等待我们检察官认定了我们整个拆除作业跟证据保全的这个作业是完备的，那只要同意之后，我们的工班就可以进场来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涨潮该当处理了，那退潮了，伊个未当处理啊，损失足大啦。渔民讲，大概经过桥口嘛是个心惊惊。交通部表示，等待断桥的证据收集好了后，就会启动拆桥的作业，预计11月15进前会完成。啊，若是拆落来桥的结果，拢会编号来保存，通做以后查清楚断桥原因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南方澳断桥事件，除了港务公司的董事长施透露，外界嘛关注交通部第2批要抬头名单，嘛传说港务公司所管理的八座桥。拢唔捌检测过，港务公司嘛宣布，这八座桥会伫年底之前隆重检查。
南方澳下港大桥造成6个人死亡，交通部承诺会追究责任，佫会追究2年来大桥维修验收的相关肇事人员。针对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彦互人请示落台，有立委批评收用文化若无改，嘛是佫发生类似的代志。丁家良表示，尊重港务公司人事任用标准。外界对一些人士的批评，我们尊重。不过我想，每一位这个我们港务公司也好，这个航港局也好，的一些人士，都有他一定的标准。第二波出海的名单是不是已经出来，也引起关注。直接围观南方澳大桥的家人港务分公司总经理刘时忠，是互人点名伫咧第二波的出海名单。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会启动后援专案小组继续调查。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会查明真相，追究责任，对全国桥梁建设全面检讨。南方澳大桥的断裂很不应该，我们救人第一，接着善后，然后会查明真相。会追究责任，港务公司董事长自己请辞下台，也是负起责任。南方澳大桥属于港务公司所管的，大桥崩塌逼出21档内毋捌做过独立检测。除了南方澳大桥之外，全台湾阁有8座桥梁同款毋捌检测过，互外界烦恼。我们会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没有检测桥梁的检测。我们将请台湾世熙公司来执行这件工作。港务公司表示，下一步会优先检测这8座桥，台中有4座桥，1999年完工的中1桥，2002年完工的中2桥，和2003年完工的中南1桥和中南2桥。台南有3座桥，1998年完工的安平新港桥，2008年完工的安平下港桥，2005年完工的德溪桥，以及2015年完工的高雄南青联络桥。港务公司承诺会伫咧3个月内完成检测。记者综合报道。换总统大选剩较无100天，总统蔡英文嘛去故乡屏东参拜强标，伊批评韩国瑜讲话未防信道。另外，赖清德嘛确定10月中要去拜访美国，蔡老配嘛是真有可能。毋过郭文哲佮批评当局讲，伊未使认为互拐过，后半世人就当做歹代志。蔡英文讲郭文哲讲话爱细腻。我要拜托大家，做好蔡英文的团队4年，好唔好？当来故乡屏东受到乡亲热烈欢迎。2020年大选逼近，总统蔡英文参拜屏东的强庙，镜头瞄准对手，对韩国瑜伫脸书以一个假一休假，甲私分的案件，质疑蔡英文用诈骗方式救护台湾，也讲家己对选举开始斑马过人来展开反击。那个韩国瑜的脸书有说你守护台湾的方式是诈骗，他讲这些有公信力吗？他觉得这是场肮脏的选举，那你怎么看？那不是刚刚才骂我吗？对着台北市长郭文哲接受专访时，佫在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认为毋是前半生坐假，下半生就使为非作派。蔡英文佫在提醒讲话爱小心细腻。我觉得柯市长说话要更谨慎一些了那他自己也讲过嘛，抹黑别人不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干净。现在民进党就是不肯诚实地面对说，为什么在高雄执政失败，为什么会让人民累积这么多怨恨，然后再让韩流可以兴起。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会关心这个？就是说，我这就直接就讲，台湾不是新潮流的，台湾也不是民进党的。对着民进党要求现实的郭文哲无认为家己讲唔对话，佮再讲到高雄败选甲韩流兴起，当局爱负责任。就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已经证实要在10月访问美国，用团结台湾进行演讲，全力助选，互两人搭配出现希望。蔡英文议员强调，伫适当时机推出上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当日举办国庆日系列活动，市长韩国瑜昨暝下晡嘛去参加，呼吁大家大伙拢挂国旗。结果说是雄雄讲家己也是维持保海美人，嘛讲总统蔡英文做3档半，互邦家国变少，嘛讲伊毋是守护台湾，是诈骗。市长韩国瑜宣传高雄要伫国庆日举办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也呼吁市民挂国旗。对，好多高雄市民反映打电话来说，好几10年没有在高雄街头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旗海飘扬，大家都觉得异常的开心，异常的兴奋。韩国瑜身兼总统参选人，也表现对国家生日的重视。而随着投票率愈来愈高，伊的炮火也是愈来愈强。
脸书顶面名列批评，总统蔡英文自称是台湾的守护者，却是互邦国国愈变愈少，根本不是守护台湾，而是诈骗。下晡搁再来批评。其实这3年半的执政，看了中华民国对外交的关系一个接着一个断交，如何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我才讲，这根本就不是守护主权，这是诈骗行为。只是被问到市府甲台湾港务公司合资成立的土开公司，由前副市长洪东伟担任的总经理，传出甲董事长背下这件代志，下个如态度依然是无愿意回应。敢若对这场土开公司内部的风波，无愿意有伤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扩散条件不好，昨暝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真歹，嘛是大红灯。北部甲云嘉南地区嘛都干乜色，环保署嘛拍算要推动修改。那准讲连续2天出现红灯，都要求发电厂减少发电，连带影响工厂减少运作，来互空气变好。学生伫树林台甲红色的空气品质机救起来，中华线西高中用这来提醒全校的老师甲学生，空气品质来到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的红色警示。室外课程拢家己的室内上课。把体育课移到室内课来上，那我们也会整体的是观察一下学校如果有一些过敏体质的同学，也会主动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必要时呢会发给他们口罩。学校内底有不少学生已经戴着喙暗，另外彰化市市区也看起来拢雾雾噗噗，民众也明显感觉到空气品质真歹。所来空气污染的季节就要到啊，环保署4号分别甲高雄甲台中调开空气污染跨区合作预防应变小组会议，统计这2天全台电厂配合降载，总共减少4城市污染排放量。即阵也拍算修法，若是有部的空气品质地区会连续2天出现红害，区内工厂必须爱配合降载，若无用处罚。不过即阵依然是鼓励的性质。实际上它没有降载，这个部分是不会罚的。所以前面就是有关连续2天那个降载的那个部分，还是鼓励的。这波空气污染是拜六暗时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空气品质可望较好，延过到礼拜中部以南污染也是较累积。东北季风恐惊会带来新一波境外污染物，污染程度依然有待观察。预估下礼拜一中部甲高雄屏东空气品质区依然是红色警示的等级。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10月7日，美国岛城发生枪击案，这枪手是位饭店的窗仔门向对面的演唱会来开枪，造成58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受害者认为饭店无做好安全措施，受超过2500个受害者提出集体诉讼。饭店初三是甲受害者达成协议，会支付8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250亿做和解。2017年10月7日，美国岛城拉斯维加斯发生美国近代史上上惨重的枪击案。迄当阵差不多22000人参加大型的音乐演唱会。枪手佩达克对演唱会对面米高梅旗下的曼德勒海湾度假餐饭店32楼对演唱会开枪，造成58个人死亡，800多个人受伤。佩达克伫咧警察赶到位进前开枪自尽，犯案动机到大个唔知影。受害者落尾甲米高梅集团提出诉讼。委任律师车沙表示，和米高梅集团达成和解协议，米高梅会付上悬8亿美金，差不多代表250亿的和解金。MGM's stated goal from the outset of this litigation was to resolve these matters so that the community,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can move forward in the healing process. 这是美国史上第3悬的受害者赔偿金，敢若较少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和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的事件。对象包括死者、伤者，还有因为事件造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患者的精神赔偿。The community from the Las Vegas shooting has been suffering. There were not enough resources by the city or the state or federal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 PTSD treatment that these people needed. 但是对真侪受害者来讲，因所遭受的痛苦，毋是钱会当解决的。今年32岁的单亲妈妈切尔西，伊当阵头壳互枪击断过，失去导感，到即马，正伫目睭内底，阁有枪击壳的碎片。I've had, I believe it's a total of now 7 surgeries. The recovery process is never ending. I'm a single mom, and I just thank God every day that I'm actually here with them.
枪击案发生了后，美高梅集团和超过2500名受害者提出诉讼，认为美高梅无采取适当的措施，和亲手会当将大量的枪甲枪支炸入去饭店。但是美高梅集团捌伫咧2018年表示，公司无理由赔偿，因为该负责的是保全公司。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状况。北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安那华岛地区是24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咯。